孟连县干部职工学习傣、拉祜、佤族3种民族语言简易教材之拉祜族部分。1、基础知识。1、数。0、妈祖0、妈祖1、对1、对2、你2、你3、谢3、谢4、哦4、哦5、啊5、啊6、可6、可7、是7、是8、嘿8、嘿9、个9、个10、对吃10、对吃11、对吃对11、对吃对20、你吃20、你吃100、哦哈100、哦哈千、哦嘿千、哦嘿万、哦哇万。哦哇2、计量单位两、咯两、咯斤、几斤、几元、么元、么角、嘿角、嘿分、哈分、哈头、开头、开个、嘛个、嘛科、姐科。姐3、时间早上、木说早上、木说白天、大哇白天、大哇下午、下午可诺下午、下午可诺晚上、婆晚上、婆深夜、大课深夜、大课前天、是你的你前天、是你的你昨天、啊你的你昨天、啊你的你今天、呀你今天、呀你明天、说的你明天、说的你后天、怕你后天。怕你2009年10月1日上午8点30分，你迄个高考下巴的吃嘛来对你唔说去哪里写吃飞2009年10月1日上午8点30分，你迄个高考下巴的吃嘛来对你唔说去哪里写吃飞4、日月星辰及自然现象。太阳、母你太阳、母你月亮、下巴月亮、下巴星星、么个事星星、么个事地球、咪个嘛地球、咪个嘛天晴、的天晴、的天阴、那天阴、那打雷、多多打雷、多多闪电、低背闪电、低背下雨、热啦下雨、热啦冰雹、瓦斯啦冰雹、瓦斯啦下雾、梦下雾、梦下霜、安个嘎下霜、安个嘎风、木火风、木火地震、米黑地震、米黑大地、米个大地、米个山川、可乐山川、可乐森林、是吃森林、是吃湖泊、波湖泊、波村庄、卡可村庄、卡可天空、木那个天空、木那个气候、木沙米沙气候。木沙米沙5、方位：东、北多东、北多西、北好西、北好南、北改南、北改北、北那北、北那中、高级中、高级前、 58前、后、可诺后、可诺左、拉梅巴左、拉梅巴右、拉沙巴右、拉沙巴上、那上、那下、好下。好这边、丑巴这边、丑巴那边、欧巴那边、欧巴这里、丑嘎这里、丑嘎那里、欧嘎那里、欧嘎里面、可里面、可外面、塔外面、塔远、远、近、巴近。巴6、颜色：
红你红你黄是黄是绿喏绿喏黑那黑那白扑白。扑7. 人体颈骨검구颈骨검구肋骨니구肋骨 니구 臀部 태커 臀部 태커 大腿 부대구 大腿 부대구 颈 꼬배 颈 꼬배 肩膀 라가 肩膀 라가 胸腔 뿌뿌 胸腔 뿌뿌 腕关节 라즈 腕关节 라즈 膝盖 크즈 膝盖 크즈 小腿骨 크거구 小腿骨 크거구 后脚跟 크매주 后脚跟 크매주 脚趾 크너 脚趾 크너 牙齿